各位教育同工，各位關心孩子成長嘅家長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將放進教育上。我係你哋嘅 Dicky 校長。大家睇到今日坐喺我身旁優雅地梳理住毛髮嘅特別嘉賓咩？冇錯，今集陪我一齊做主持嘅係我哋屋企唯一一隻長毛貓主子喵喵。大家喺熒幕前同喵喵打個招呼吧。喵喵嘅性格比較敏感，但只要你靜靜咁陪住佢，唔去強迫佢，佢就會給予你最溫暖嘅陪伴。其實睇住喵喵，我就會諗起我哋身邊嘅同學仔，佢哋每一個嘅存在本身就已經係一份最珍貴嘅禮物。上一集我哋為大家導讀咗被討厭的勇氣嘅第一部分，探討咗如何除下大人嘅焦慮黑超，並且學會課題分離。今日我哋嚟到呢本書嘅第二集，亦都係非常觸動我嘅一集。作為一個提倡僕人領導同埋推動 AI 教育嘅校長，我經常反思喺數據化講求效率嘅 AI 時代，我哋到底要如何改變自己嘅思維，先至能夠從內而外地幫助孩子建立真正嘅幸福感。阿德勒心理學指出，人要得到幸福，有兩個人生嘅基本課題，第一就係學會自立，第二係與社會和諧共處。而要實現呢兩個目標，我哋大人必須先以身作則，帶領孩子完成三個核心嘅心理建設。第一個，思維升級，擁有接納自己嘅勇氣，告別自卑情意結。我哋喺學校推動數據化分析，目的係為咗客觀了解學生嘅進度，但好多家長同老師一睇到數據不如理想，就會陷入焦慮，甚至將焦點放喺孩子永遠改變唔到嘅缺點上。阿德勒指出，真正嘅接納自己唔係自欺欺人，唔係話孩子考咗60分，你硬要講佢其實好犀利，而係坦然接受而家就係60分，然後將焦點放喺能夠改變嘅地方上努力。健康嘅自卑感係一個推動力，令人追求卓越，但自卑情意結卻係有啲病態嘅。佢哋對於不滿嘅而家總係揾藉口，而唔係揾方法。例如有啲大人會話，如果我孩子有別人嘅天分，呢啲都只係停留喺幻想。有啲孩子甚至會用偏差行為嚟追求廉價嘅優越性。正如書中金句，重要嘅唔係你被賦予乜嘢，而係你如何利用被賦予嘅東。喺 AI 時代，硬件同天賦已經唔係致勝關鍵。我哋無法改變天生嘅條件，但我哋可以選擇如何運用現有嘅資源，呢個先至係真正嘅自我接納。第二個，思維升級，放下競爭，將他人視作夥伴。阿德勒認為人嘅煩惱都係來自人際關係。當我哋把身邊嘅人睇作敵人嘅時候，就會活喺競爭中。人一旦有競爭，就永遠唔會得到平安。即使係贏嘅人都會怕輸。喺現今嘅教育制度下，我哋往往不自覺咁將孩子放進咗競爭嘅光景裏面，爭取排名、拉曲線，令孩子無法把同學當成朋友。喺推動 STEAM 跨學科專題時，如果學生滿腦子都係競爭，佢哋係無法做到真正嘅協作同創新嘅。我哋必須改變思維。我經常提醒學生，你嘅同學唔係你嘅競爭對手，3年或5年之後，你哋就係彼此嘅人脈同夥伴，世界會變得安全舒服。同時唔好跌入權力嘅鬥爭。當孩子頂嘴或者刻意挑釁你時，佢其實係想逼你就範。最好嘅方法唔係發脾氣硬碰硬，而係唔接招，保持冷靜。我哋選擇信任孩子，即使冇十足嘅證據，亦優先選擇相信。呢個需要極大嘅勇氣，但係唯有勇敢信賴他人，我哋先至能夠同孩子建立深刻嘅連結同埋歸屬感。第三個，思維升級，由縱向嘅表揚轉為橫向嘅鼓勵，
建立貢獻感，呢一點對我哋老師同家長嘅衝擊最大。我哋平時係咪好中意讚美或者表揚小朋友？你考得好叻啊，你真乖。但係阿德勒竟然反對呢種操控式嘅讚美，點解呢？因為表揚本質上係一種評價，係由上而下嘅縱向關係，即係一種有能力嘅人去評價冇能力嘅人。長期依賴呢一種表揚，孩子會變得依賴外界嘅肯定，覺得冇人稱讚就冇動力去做事。點解呢？因為表揚本質上係一種評價，係由上而下嘅縱向關係，即係一種有能力嘅人去評價冇能力嘅人。長期依賴呢一種表揚，孩子會變得依賴外界嘅肯定，覺得冇人稱讚就冇動力去做事。作為僕人領導嘅實踐者，我哋應該同孩子建立平等嘅橫向關係，用鼓勵同埋感謝嚟代替表揚。鼓勵唔係評價，而係一種支持。當孩子幫忙做家務或者喺班上幫忙派簿嗰陣，我哋唔需要評價佢做得多完美，我哋只需要真誠咁講一句多謝你嘅幫忙，有你真係好。阿德勒話，真正嘅幸福感就係來自貢獻感，呢個係一種主觀覺得我對其他人有用嘅感覺，即使係日常細微嘅動作，一句平等嘅感謝就能讓孩子體會到自己嘅價值。呢個價值感會成為佢面對未來 AI 時代種種挑戰嘅最強勇氣。最後嘅思維升級，活在當下嘅舞圖燈光與睇見存在嘅價值。我哋經常為咗孩子嘅未來焦慮，或者為咗過去嘅失敗後悔。書中用咗一個絕妙嘅舞台燈光，比如當舞台嘅射燈亮起嘅時候，你作為表演者係睇唔到台下觀眾嘅，你亦都睇唔到過去與未來，你只能夠專注於當下嘅表演。人生就好似跳舞，唔係為咗一定要去到舞台嘅某個終點，而係要全程投入享受當下嘅每一個舞步。平凡本身冇問題，更重要嘅係存在嘅價值。單單因為一個人活着就已經有價值。大家仲記得孩子剛出生嘅嗰一刻咩？我哋當時最大嘅期望其實只係母子平安，感受佢生命嘅溫度。但後來我哋被焦慮打倒，忘記咗佢哋嘅存在本身就係一份禮物。各位教育界嘅同工及家長要改變小朋友，請先從更新我哋自己嘅教育作業系統開始，勇敢接納不完美嘅自己，感恩孩子存在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。喺結束之前，我有一條課後反思問題，請大家喺留言區回答我。回想一下你平時最常對孩子或學生講嘅一句上對下嘅表揚或者讚美，例如你今日默書有100分，真係叻。運用今天學到嘅橫向關係，你聽天會如何將呢句說話改寫成一句平等嘅感謝或者鼓勵？例如，多謝你咁用心溫習，見到你咁努力，我都受到鼓舞。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，寫下你哋嘅回覆，我會一一閱讀並親自回覆大家。如果你覺得呢2集嘅被討厭的勇氣導讀對你嘅教育思維帶嚟咗深刻嘅改變，請你俾呢條影片一個 like comment 分享你嘅感動。請務必把影片 share 俾身邊所有正為教育而焦慮嘅老師、同工同家長朋友，讓我哋一齊建立更健康嘅教育生態。最後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將放進教育上，並打開小鈴鐺。我係 Dicky 校長喵喵，同觀眾講拜拜啦！我哋下期再一齊探討更多教育新思維，再見。